把《西游记》最后聊完，最后第81难，然后这个《西游记》这个取经工程啊圆满完成啊。今天就把整个的《西游记》的故事讲完了。这个唐僧啊，师徒几个人拿了那个无字经书之后啊，对吧？因为要赶时间，来回啊，从那个灵山到大唐来回只有8天时间，完了正好赶上那个什么啊5000多少千嘛，一个藏数，好像是这意思吧。反正佛教有个说法啊。然后这个观音菩萨立马赶紧啊，让那个金刚啊去作弊嘛。就作弊，让金刚去把这个唐僧师徒几个人加上马，一阵风啊，就给他架起云雾啊，然后就直奔那个东土大唐。结果这个时候啊，这其他的什么6丁6甲啊，那什么护教什么那一大堆。就是唐僧取经工程这个秘密保护组织，对吧？一直在跟着后面保护的吧，记录的啊，保护记录，对吧？汇报监视这个组织啊，很多人呢跑来向这个菩萨交旨，菩萨向如来交旨，交的是金旨，对吧？这些人向菩萨交法旨，说当年菩萨到东土大唐寻这个取经人呢，对吧？安排我们这个监视、护送、保护、陪伴，但是今天我们也可以交旨了。然后呢，菩萨就问啊，说那就写总结啊，说你们一路看过来，觉得这些人怎么样？取经工程那个6丁6甲他们就说了啊，这个确实挺累的，这帮人啊受了不少磨难。我这小本儿都记着呢，把这小本儿拿出来给那个观音菩萨一看，观音菩萨就开始数啊，1难2难，第1难第2难，一直数到最后是80难。一看拍大腿，坏了，少1难，只有80难，知道吧？又数一遍还是80难，对吧？要出大事，你知道吧？出了个大纰漏啊，只有80难，所以赶紧啊，让那个安排人去，让那个金刚，对吧？给他再制造1难，所以这个安排这个6丁6甲就去找那金刚啊，那金刚一听说还安排1难，立马就收起了神通啊，这师徒几个人就掉在那个河边。那个唐僧一看，我这怎么回事啊？我操，这空难了，对不对？这飞机是坠毁了，怎么着？被人打下来了。那猪八戒他们都有意见，知道吧？这说好了送了，这又不送，这个就是怪事多啊！一到灵山怪事多嘛，还要钱的，对不对？取经还要钱，要人事的，对吧？一大堆，对吧？又是无字经书，又有字的，规矩多，你知道吧？这你看说好了送，半路上给我们扔下来，你知道吧？结果唐僧就找啊，这什么地方怎么弄啊？结果一看啊，说好像是个河，但是也不是流沙河。一看孙悟空想起来了，这就是通天河，对吧？那个叫那个有个庄不是姓陈的嘛，对吧？那就是通天河，就是观音菩萨的这个，他安排了他那个叫鲤鱼精啊，对吧？在那儿装什么大王，完了天天吃小孩，对吧？吃那个这个童男童女嘛，对吧？应该就是通天河。孙悟空一看完了，然后这个陈家庄，正在这个时候啊，又一个大鳖过来了啊，鳖精呢叫唐僧，唐僧一看想起来了，当年他们就从这儿就是坐这个大鳖精把他送过去了，是吧？然后说鳖精说上来吧，上来我送你们过去。然后唐僧师徒几个人又上了这个鳖精啊，就是原来的那个，然后他就往回游啊，也说反正游了很长时间啊，天都快黑了，游到快到岸了啊，离岸有点路。结果这个鳖精就问唐僧啊，他说长老啊，我托付你的事你帮我办了吗？唐僧傻了，你知道吧？忘了你托付什么事啊？那个当年啊，那个鳖精不是送唐僧他们上那个通天河到西岸的时候啊，不是跟唐僧说嘛，唐僧就感谢他，他说你不用感谢我，我拜托你个事，你到了佛祖那儿西天啊，你帮我问一下，我在这已经修炼几千年了啊，按算这个年龄也到了，该退休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我什么人能得到一个人形呢？修成一个人形。那个唐僧说那行，我到时候帮你问一下。你看唐僧就随口这么一答应，对吧？结果那个老鳖问他的时候，唐僧不好意思，唐僧不能撒谎，知道吧？出家人呢不能撒谎，但是他确实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一回答吧，他就怕那个怪他，对吧？所以他就犹豫了，一犹豫，那个老鳖就知道了，一生气，他说你没问什么？唐僧说是，他一生气就把他全扔水里了，你知道吧？你看唐僧那个经书啊，一大堆的，连人带马掉下去了。还好这个唐僧啊，他已经脱了肉胎嘛，他不在那个云度呢，肉胎已经没了，对吧？加上孙悟空、猪八戒他们帮忙，唐僧反正没有一淹死。经书啊，对吧？这都救上了啊，上了岸。然后这个因为经湿了嘛，所以他们要找个地方晒经，这个大石头上面把经书铺在那晒。然后这个时候下面来几个渔民啊，那个打鱼的看见他们了，就问，那你是不是当年那个到西天取经的东土大唐的长老唐师傅唐长老？唐僧说是，然后他说他们是陈家庄的，正好在这打鱼。陈家庄在下游20里，然后这几个人呢回去之后就通知那个陈家2个兄弟啊，两老头啊，两老头立马跑来了，要请这个唐僧去他们陈家庄歇吃喝啊。这猪八戒当然愿意了，猪八戒想吃啊，但是唐僧不愿意啊，但是没办法，被这2个人邀请盛情啊难却，只好把那个经书啊收一收到那个陈家庄。结果到了陈家庄才发现呢，陈家庄给他唐僧师徒4个人修了一个庙，上面2楼上面供奉着唐僧
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这他们4个人跑去一看，互相说：“哎，这个雕的真像，知道吧？像大师兄，真像。这个像二师兄，这像师傅。你看陈家庄啊，修了个庙，把他4个人放在那儿祭拜。然后这个唐僧啊，没办法，唐僧在那儿就他们要求说你取经回来了，对吧？给我们讲一讲，讲法。让唐僧在那儿讲。然后这个陈家庄人都来了，你知道吧？那意思就是恐怕唐僧没有半个月走不了，就在那儿做好多场法事啊，那个搞好多场论坛呢，是吧？要讲一讲西天取经的心路历程，再讲经，是吧？唐僧一看这不行啊，到了晚上啊，夜里他们4个人赶紧要离开，所以夜里他们4个人就偷偷的啊牵着马上路啊跑了。跑了之后呢，这个时候这个金刚也开始喊了，对吧？上来吧，对吧？这个搞错了，把他们又驾起祥云呢，直接到洞头大堂。到了洞头大堂之后，望见长安了，对吧？然后这个金刚说了啊，让唐僧自己去，赶紧去把经书送到就回，我们要回灵山交差。这个孙悟空就说了，那唐长老他这么多经书啊，他拖不动啊，我陪他去吧。然后猪八戒也说我也陪他去，对吧？沙僧也要陪他去，因为猪八戒想吃，你知道吧？好，那个金刚就说了，那你去了，你必须马上就得回，对吧？我们要回去交旨。好，他们4个人又去了，到了这个长安，完了之后，这个正好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啊，他想念这个他玉帝，这个时候他正在一个庙里面给他玉帝建了一个庙，准备是装金的，你知道吧？庙叫什么庙啊？叫什么寺？好，这个太宗跑去，在那儿正好就看见唐僧他们从这个西边啊驾着祥云过来了，满天霞光嘛。好，这个唐僧就跟唐太宗见面了，完了就开始唠嗑，你知道吧？这一去就是14年了，14年。然后唐太宗就把经书交了嘛。然后这个唐僧去西天取经之前的那个，他不是弘福寺出家，从弘福寺嘛，他走的时候他说了，弘福寺那个松树啊，如果什么时候松树那枝朝东的时候，就是他回来了。结果那天正好那个弘福寺的和尚看见，也没起风，怎么松树枝突然冲东了，他就知道了，哎，唐长老回来了。结果就唐僧啊把经书交给这个唐太宗，然后专门找个地方专门放经书的。然后这个唐太宗啊晚上也写了一篇叫《圣教书》啊，圣教序。这个圣教序不正好就是现在是练毛笔字楷书的那人就特喜欢圣教书，不是个字帖嘛？圣教序啊，那相传就是唐太宗写的啊，唐太宗说的写的，让那个褚遂良不是楷书大家吗？褚遂良写的抄的。完了还有一个就是王羲之啊，拿王羲之的字给他剪出来的集字版的圣教序啊，这个练书法的人都知道这玩意儿。圣教序就是唐太宗晚上专门就相当于给那个唐僧啊给他定信，这个丰功伟绩表彰嘛，对吧？唐僧非常感动啊。完了之后让这个李世民就让唐僧讲经啊，让唐僧就说了，这个开坛讲经啊，必须要去一个清净的场所。然后这个唐太宗就问大臣哪有清净的场所？有个大臣就说了啊，有个雁塔寺啊，那地方清净。好了，就在那儿把经书送到那儿，让唐僧去那儿开坛讲经，准备讲那个取得佛经。然后唐僧又说了啊，他说这个佛经啊，这是真迹，我们应该抄一个副本，把真迹要藏起来，珍藏起来，是吧？哎，唐太宗一听对，然后又建了一个寺，专门安排抄这个真经的，把这经抄，然后以后看，对吧？就用那个副本，相当于要印。好了，这一套搞完了之后，唐僧就准备搭了台子啊，唐僧就要开坛来讲这个佛法佛经的时候啊，正准备讲的时候啊，这个金刚也开始了，在天上说这个时辰到了，再不走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唐僧啊、猪八戒、孙悟空、白龙马一下又上了云啊，上了云，直接到灵山。到了灵山呢，就是封功嘛，这就是那个如来啊给他们论功行赏啊。如来先给那个唐僧说你是吧，是我的这个2弟子，但是因为就是不尊重师父啊，不尊重佛法，所以把你贬到东土大唐去了，投胎投到那儿去。现在你也是取了经回来，功德圆满，修成正果，所以封这个唐僧叫大直正果，叫旃檀功德佛，是佛。然后给孙悟空呢，说孙悟空你对吧？你当年大闹天宫，完了我使法力把你压在这个山下，后来你这个一路上啊取经降妖伏魔也有功劳，然后也是封他一个叫大直正果，叫斗战胜佛。这封到这个猪八戒的时候呢，如来就封他一个叫净坛使者，叫直正果净坛使者。这猪八戒一听就不高兴了，因为他是净坛使者，不是佛嘛。他说：“哎，为什么师父和师兄啊都是佛，到我这儿变成个使者？啊，如来不是欺负人吗？”如来就笑了，说：“你呀，你这人就色心净，然后这个相当于就是好吃，肚子大，嘴长，正好啊，我这个净坛使者啊，因为这个啊信众啊来烧香上供，他都会带很多贡品啊，都有供奉。你这个净坛使者就是把那些
对吧？把供桌啊收拾了嘛。你收拾供桌的，那你想那贡品不都是你去安排吗？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对吧？你管那些贡品呢，净坛使者有的吃，正好符合你。猪八戒一听有道理啊，他一想就算了，就是净坛使者。到了这个沙僧这儿呢，这个如来就说他了：当年你在蟠桃会上摔杯为号啊，吓着玉帝了，把你贬到流沙河，你现在取经成功，封你一个叫金身罗汉，也是叫大直正果金身罗汉。沙僧一听，对吧，就高兴了，二话不说磕头啊，谢那个如来。那个白龙马呢，对吧？说这个如来说他一路上驮经，又是驮着唐僧，也有功劳，所以封白龙马是叫汝直正果八部天龙马。什么叫八部天龙马呢？就是天龙八部啊。天龙八部就是佛教里面的那种各种兽类吧，各种飞禽走兽，对吧？都是来听佛法的，顺便保护如来。你就把它理解成什么呢？就如来的这个警卫、护法、护教的。哎，白龙马就变成护教、保镖、警卫部队。好，这个有一个罗汉啊，有个菩萨就把这个白龙马牵到这个灵山后面，也叫化龙池啊。白龙马进了化龙池，就身上也长出鳞片啊，往那头上长出角，变成龙，恢复了龙的身子。然后他这个小白龙啊，立马就盘到了那个灵山门口那个柱子上面，盘龙柱子上面，就是变成一个什么？就变成一个保镖了嘛，就保护灵山，保护这个宗教场所，就这么分的。这里面啊，大家争议比较多的就是猪八戒为什么分个净坛使者，这个沙僧是金身罗汉，白龙马反而成了这个叫什么保镖，对吧？就在那个柱子上面缠着天龙八部龙，叫八部天龙马。佛祖为什么这么安排啊？这个81难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偏偏就在陈家庄，在那儿又落难？陈家庄以前谁的地盘呢？以前是观音的地盘，观音的秘密基地，大家还记得吧？当年为了那个收拾那个鲤鱼精呢，这个孙悟空跑南海找观音去了，观音穿着个睡衣，对吧？连化妆都没来得及化妆，素颜呢，早上起来穿个睡衣，跑到那个后面的竹林里面开始砍竹子，做一个篮子，自己亲自来做篮子。所有的其他的人什么啊，那个山神都不敢过去，不敢那个问这个观音菩萨，不敢打扰。孙悟空找去之后，那个观音的那个表现啊，对吧？都来不及去化妆，来不及去穿上那个他的法袍，他的那个工作装，对不对？工作服都来不及穿了，连净瓶都来不及拿，赶紧拿着那些篮子，跟孙悟空说：“我们现在就走，时间不等人了，对吧？”跑到那个通天河去了，然后拿那个篮子在水里晃，把所有的鱼都晃死了，就他那个鲤鱼活着，他那鲤鱼精活着，其他全给灭了口嘛，是吧？这不就是灭口嘛，对吧？这还念了啥？念什么来了来去了去一大堆，反正念个经，总之他的鲤鱼精没死，其他的全部死了。就是我在上一期我讲这个的时候，大家记得吧？那这个地方是观音的地盘，对吧？他在这干什么事情？被孙悟空发现了，孙悟空就相当于直接啊，这个观音也知道孙悟空这个人发现了，那肯定没好果子。这人呢，孙悟空这个人孙猴子不是好东西，对吧？哎，你别看他是佛祖把他压在这个山下，完了之后他也是取经。孙悟空他是有好几方势力加持的啊，那道教也在控制他，玉帝也在控制他。孙悟空呢，他相当于几股势力，所以他就会在从中啊游刃有余，对吧？所以这观音发现他掌控不了孙悟空，这猴子不是好东西，所以见到他就骂。我记得那个逮红孩儿的时候，那观音菩萨把瓶子都扔了，震怒，对吧？把那个瓶子扔海里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菩萨知道孙悟空在给他下套，对吧？就是答应他了，给他要解决这红孩儿的编制。这菩萨一看，我操，这不收还不行，收吧，你这被孙悟空恶心了一下，所以他很生气，你知道吧？对吧？还骂孙悟空，你这个泼猴，你就好色，我拿净瓶不是去那个灭红孩儿的3位忠虎吗？那个菩萨说了，我把瓶子借给你，你到时候把我丫鬟，把我这使女啊都给骗走了。你说孙悟空啊，好色，不保险，瓶子不还我，你把我这使女都要骗走。孙悟空说怎么可能呢？你看啊，就是那个菩萨非常生气了。但是等要抓那个鲤鱼精的时候，菩萨不仅不生气，对吧？他连化妆都来不及，赶紧跑，赶紧跟孙悟空二话都不说。为什么呢？就是把柄被孙悟空抓住了，那是观音菩萨的地盘。然后鲤鱼精，对吧？鲤鱼精不就是他的人吗？他安排下去了，对不对？怎么可能自己？观音菩萨说啊，说因为那个发大水，海里发大水跟他金鱼池啊连起来了，然后这个鲤鱼精就跳到海里，怎么再往回游到通天河？你这故事讲的不太靠谱，是吧？好，那为什么鲤鱼精被他收走之后，这个地方就变成孙悟空的地盘了？那个陈家庄啊，那俩老头在那儿修了个庙，里面供奉的就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你看见没有？到这儿就知道了，就观音他把这个地方让出去了，但是也没让给别人，让给这几个货，对吧？变成他们的道场。哎，唐僧还在那讲经啊，也就是说这师徒几个人在通天河的陈家庄也有自己的地盘。正因为有这地盘，所以孙悟空跟观音之间达成了交易。
其实我也不揭露你们，知道吗？我也不去那个玉帝那儿，我也不去佛祖那儿告状了，对吧？这事对吧？之前办案的人呢，把他赃款我查到了，你送给我算了，是吧？我自己眯一下，不就这道理吗？人那地方变成唐僧的师徒几个人的地盘，哎，观音也愿意，反正这秘密保住了，对吧？你孙悟空不能乱说，我这地方让给你了，是吧？为什么非要最后在那儿搞81难？实际上就是让孙悟空你们几个人去看看，对吧？那地方已经是你的地盘了，你放心吧，啊，你可别到时候封禅的人你又胡说八道，对不对？别到时候如来对吧？论功行赏的时候，你这帮人嘴不严，也在这胡说，对吧？所以81难说白了啊，我认为就是观音菩萨要堵这个师徒4个人的嘴，对吧？大家这个已经取经成功了，不要节外生枝了啊！该给你都给你了，对吧？地盘也划给你了，是不是？他这一集就要讲这个81难。好，到最后封这个论功行赏的时候啊，这孙悟空就跟唐僧说啊，他说我现在已经是佛了啊，对吧？我们俩人一样，或者你要哪天不高兴，你要念那个紧箍咒，我怎么受得了，是吧？不如念个松骨咒，不给我松掉吗？然后这个唐僧就说了，哎呀，当年啊，给你搞个紧箍咒，是因为没办法，你不好管，你不服管，所以骗你啊，把那紧箍咒带，把那金箍带上。这孙悟空还说了啊，你为什么我说刚才81难差点出事了，你知道吧？就是为什么有81难，就是孙悟空跟唐僧就在如来面前说啊，孙悟空说啊，把这个金箍搞下来啊，把它摔碎，不要让那个菩萨再去害别人了。这是原话啊，就是孙悟空对观音的恨，那绝对是因为是观音菩萨骗他带上那玩意儿的，是吧？他不恨如来啊，他恨观音，观音骗他，就是观音使的计策，让唐僧啊，是吧？把那个金箍，他俩合谋，让孙悟空带上，所以孙悟空一直受这个折磨，痛不欲生啊，生不如死啊。所以说他在如来面前就说了，你把这金箍跟念过松骨咒，我给他搞下来，正好给他砸掉，不要让那个菩萨再去害别人，你就知道孙悟空对观音的怨念有多大，实际上是非常恨他的。所以说这观音菩萨他应该算到了这玩意儿，他妈的最后成了仇人，知道吧？所以说赶紧啊，把他嘴给堵上，所以安排一个第81难陈家庄，你看看对吧？你看人家已经把你供奉起来了，你已经成佛了，你看你多像，对吧？所以对吧？回去差不多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对吧？这和谐的气氛就不能打破啊，大家都有好，所以孙悟空就把他的怨气啊压了一压，要不然估计他成佛之后他发火的，对吧？他也会抖落这个观音干的这些事情。他因为孙悟空不就到如来面前不是说如来嘛，对吧？你送个经还要钱，对吧？他直接说如来，他敢的，对吧？孙悟空没什么不敢的。所以说就是所谓的81难，纯粹是观音找借口啊，说这个少一难，实际上他还有个屁股没擦完，对吧？他发现孙悟空这家伙保不齐要出事，所以赶紧啊给他在那让他们去看交易成功啊，对吧？你有你的法场了，你有你的地盘了，这我把我的地盘让给你了，对吧？我贪了5个亿都给你了，对不对？你就别去到处举报了，不就这意思吗？所以孙悟空啊就说了，好，到这个有人说啊，这个沙僧就是说安排的差，是个罗汉，金身罗汉。实际上啊，这个取经团队这5个人安排的级别都非常高，级别最高的应该是地位最高的是唐僧，第2就是孙悟空，第3是谁呢？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安排第3位的就是沙僧是排在第3的，白龙马排第4，猪八戒排第5。佛祖那边论功行赏排名就是这样的，也很多人不一定能看得懂。第1是唐僧，第2孙悟空，这没什么争议，对吧？众望所归，就是这种论功行赏讲究的是平衡，要平衡他们后面各方势力啊，对吧？唐僧是成了这个叫旃檀功德佛，这没毛病，恐怕谁也是不好说什么，毕竟他是对吧？这个取经的这个主要负责人嘛，就是取经这个小团队啊。孙悟空呢，那背后涉及到道教，涉及到这个佛教，涉及到玉帝，加上孙悟空他也功劳就摆在那儿，所以你如来要乱来的话也不行，对吧？因为孙悟空当初如来让孙悟空去取经正果，这中间也有好多交易啊，就是如来说白了就是我搞不死你，对吧？那我只能把你拉成自己人了，不就这斗争就这样的，对吧？如果弄不死你，那只能成为朋友嘛，那怎么办？他也弄不死这个孙悟空，那你要跟他一世为敌，那孙悟空呢，总有一天他要把他过去那些经历，把他师傅是谁说出来。到现在他师傅是谁都没说啊，为什么？这不就是交易吗？给你封个佛，你别胡说八道，是这样的吧？师傅到现在他都没说，实际上咱们分析了，他师傅就是如来啊，非法授课，然后课外辅导班，就是他师傅就是如来。为什么第3是沙僧呢？很简单啊，因为沙僧的这个唐僧啊，孙悟空他们封的都是叫大直正果，也就是大军区啊，正直，这是意思。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啊，叫大区大直正果，沙僧也是大直正果，金身罗汉。首先啊，大直正果他是跟唐僧跟那个孙悟空是一个级别的，都是大直正果，然后他是叫金身罗汉。
金身罗汉和那个叫什么降龙伏虎不一样啊。金身罗汉是菩萨，他是金身，知道吧？谁有金身呢？只有菩萨有金身，知道吧？他就是大直正果，所以他跟孙悟空跟那个级别是一样的。猪八戒叫乳直正果，白龙马也叫乳直正果，对吧？白龙马排在猪八戒前面，那为什么把沙僧排在孙悟空后面？咱们说过了，沙僧他代表的是玉帝嘛，对吧？他跟玉帝俩不清不白的，俩人谁知道什么关系啊？他代表的是玉帝，对吧？你不给他安排好，那玉帝能高兴吗？所以给他安排一个叫金身罗汉。所以这里面干活最少的，对吧？出力比较少的就是沙僧，但是沙僧的得到的好处比他们都多。你想想，沙僧叫金身罗汉嘛，这也是大直正果，开玩笑的是吧？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背后是玉帝啊。好了，第4个是白龙马，为什么是白龙马呢？本来你看白龙马能够到这个取经团队里面，他就是叫婆罗门嘛。这个龙王这个家族啊，他实际上就是代表的就是婆罗门，对吧？你说他权力吧，他权力还不大，但是他势力遍布全球，对吧？这4大部洲。龙王家族你看既有海龙王，又有什么井里面还有龙王，河里还有龙王，反正有水的地方都有龙王。你这个家族非常大，是吧？完了，他级别也不高，他玉帝，对吧？搞个宴会，随便搞个什么会，凉菜他就是叫龙肝凤髓嘛，拿龙的肝拼个凉菜，对吧？拼盘，这他地位不高。龙王动不动被斩，泾河龙王就被魏征给斩了，对不对？这么观音菩萨从南天门刚出来，怎么就碰见要杀那个小白龙呢？这都是安排好的，这就是制造偶遇，制造巧合。观音一看一问他这小白龙马上一说我怎么，然后马上好行，我到玉帝那一求情，你就取经吧，对吧？你因为你这个太明显了，明白了吧？你这玩意就是作弊，太明显了，那正好你就变成个马吧，不要说话，低调，是不是夹着尾巴做人，你不要张扬，你言多必失啊，让你变成马，你就是司机，你就是开车，对不对？你就是交通工具，出了事，你也不去降妖，你也不去出谋，你不说话，你就驮着东西，错不了，对吧？不容易暴露，不容易被人关注，对吧？一旦上了热搜这玩意后面被人扒干净了，那不就出事了吗？是不是那白龙马不经不起扒呀？你说凭啥他能去取经队伍混个编制啊？是不是所以要低调，对吧？所以他就你看不出风头，就变个马，对吧？你就驮着就完了也没有话，安全了，确保不出事。你看，所以保护的，所以说你别看他是马他这个如果他不是变成马，那他估计这个路上就被，对吧？取经的路上就被出名了，你知道吧？那被大家一关注，那了得是不是白龙马？但是你看他也成佛了，他成佛菩萨，他是8部天龙菩萨所以你看他的混得比猪八戒好，就是因为他这个是婆罗门这个龙王家族那个运作的能力，对整个的81难里面大部分都有龙王。你再仔细琢磨琢磨，这个龙王出境是最高的，哪儿都有他，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你没有发现取经这个事情跟龙王关系很大吗？这不正常，对不对？你怎么哪一难都有龙王，基本上都有龙王反正出境率非常高。所以说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佛教为了扩展自己的地盘，他把这地头蛇龙王就算地头蛇了，婆罗门嘛，对吧？他要收买，便于他佛教的推广，对吧？跟这个婆罗门家族达成一致，给你一个名额，对吧？你看小白龙成为菩萨，实际上是大大的提高了龙王家族的地位。你本来龙王家族是，对吧？你虽然有钱有势力，对吧？你会搞一些这个运作，但是你毕竟上不了台面呢。你上台面的时候都是实物是不是？那还不上台面的，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小白龙一当菩萨，整个龙王家族地位就得到提升。为什么猪八戒排最后一个？就是跟猪八戒出身有关系，对吧？猪八戒是代表道教的，对吧？你这一路上太上老君没少坑这个如来，是吧？虽然他也没有把这个取经工程给搅黄的，但是他一路上也没少使绊子，对吧？那作为这个猪八戒是代表道教的，那对不起，对吧？只能意思一下了，给你搞个使者，打扫卫生的。说好听的叫净坛使者，说不好听的就打扫卫生的嘛，对吧？保洁使者。那太上老君一出手那个犀牛精知道吧？那个叫什么青牛精那一集，对吧？太上老君一发飙，如来就送他18座金山呢。虽然是18粒金沙，18粒金矿砂，那实际上就是18座金山呢。因为他那玩意扔下去就是一个山嘛，对吧？他一下就讹了如来18座金山，你说下手确实比较狠所以你说如来他能不报复他吗？后面还有所以说你看给八戒地位是最低嘛，功劳实际上八戒在路上比沙僧可要吃苦得多对不对？一旦大师兄缺位，八戒立马就顶上去了，是吧？不是化缘就是降妖那比沙僧要出力大得多好歹跟那个什么奎木狼还干过一阵子，是吧？然后那个叫什么那个小雷音寺，孙悟空被那个妖怪被那个叫什么精那个弥勒佛的是吧？一个坐骑给他
扣在那个什么什么里面，结果都是猪八戒去找人了，对吧？猪八戒出力不小啊，那为什么把猪八戒封的还没有沙僧高？就这道理啊，就是他们背后的势力。猪八戒甚至连小白龙，对吧，都要低。这说白了还是佛道之间还是有斗争啊。也就是说啊，太上老君他只要实惠，不要那虚头巴脑的名号，那随便，反正我要钱。对，妖怪那个门，对，八戒那是那个钉耙呀，八戒那个9齿钉耙，那就是个破拆器啊，对吧？那是砸门利器啊，就是每次攻城拔寨，就是砸那个妖怪的门，那都是猪八戒的耙子呢。孙悟空的金箍棒的不行，猪八戒的耙子2耙子就给他耙出个洞出来，哪一集都这样啊。所以猪八戒的功劳很大的，这沙僧基本上没什么功劳。沙僧一出门就被人逮，我感觉他主打是一个陪伴，就抓去跟师傅作伴，对吧？你看沙僧只要一出门，肯定被逮去了就送到唐僧那，俩人做个伴，陪师傅说说话，玉帝眼线，还烂世间八戒，对吧？而且唐僧答应了啊，唐僧答应了要给猪八戒功劳，结果猪八戒功劳是最差的，就是封的啊。所以说这个都耍了猪八戒，为什么呢？说来说去就是猪八戒他是个代表道教，唐僧许了猪八戒头功嘛，就是那个烂世间那儿，对不对？给猪八戒头功，还有好几次都给猪八戒头功啊，这都算你的功劳，他没有算过任何沙僧的功劳，沙僧还没有功劳，猪八戒那个唐僧从来没说过，哎，这个功劳是你沙僧的，没有。孙悟空还许过猪八戒功劳，对吧？在那个豹子精那一集啊，对吧？让猪八戒打头阵，跟猪八戒说，这都算你的功劳。那沙僧打死几个妖怪，猪八戒干死的妖怪可不少啊，狐狸打死好几只，对不对？狼也打死几只。所以说还是背后，对吧？那没办法，你代表的是道教啊，那个沙僧人家代表的是玉帝啊，玉帝的面子要给啊，所以排第3。好，到这儿啊，这个《西游记》的故事咱就讲完了，对吧？以后咱们就聊一聊《西游记》的整体的一个感觉啊，对吧？咱们把每一节81难，相当于大概大略的讲了一下。但是《西游记》它到底想说明一个什么事呢？咱们以后可以慢慢的去聊这个。